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夜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南风，南风。 南风，人又人，人又人，太阳东，夜夜数，最好是白白看天不忘，一手偷偷剪下心思。 水墨寒，云从是从天开天，强颜是纯属南天北脸。哪个听乱样？我反对。我没反对，让我做到本身人同太人比赛呢。唔想拿生嘢先行，搞屁的，唔就我挑戏嘛，马个心态啊！教授，唔认为咧？ 郑教练啊，下面有其他用意，你做得同人讲清楚一些嘛？系啊，郑教练，到底唔有乜嘅用意？唔做得同人讲啊？我训练了了球员，我本佢哋打到全国环游国际嘅比赛，佢哋有一样嘅事令我哋，不过最近几场比赛下来，我发现佢哋好简单赢。 慢慢嚟送下來，也冇注意到，其實佢哋正面嘅對手係英國、馬泰、亞美利卡，你哋聽講睇嚟下，有球員每個受訪球員嘅資料，你看，連大受訪啊都比外地強受訪啊身材還個高態，唔講。 速度、打擊、防守，那樣唔係比人哋強嘅。幾樣樣嘅咯，一邊是牛排嘅，一邊是米嘅，本來就冇強樣啊，本來就可以啊。唔過日下球員識咧，營養唔會比以前差啊。唔過得晒，集到啲營養嘅，係冇？重點係講，細人嘅同大人比賽，嘛可以影響到細人嘅想法吧。 郑教練，雖然邀請空軍棒球隊同新人嚟比賽，但係我知道實力實在相差強多嘅。我希望郑教練做得至少一場比賽。我做唔到，我係教練，我訓練嘅話係我腳天嘅，萬有咩通的，我打可以啊。 叫做同埋問題。鄭教練，鄭教練，鄭教練，按就按啦，你媽那個包回去啊，很忙哦，很衝啊，冇一個咩唔要緊啊，可以啊，忙到幾叫，哦。謝謝。謝謝。 汽水，是我先来的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你有所争议，证明你先来的。不要吵了。这是我叫的汽水，这是我先叫的，所以是我的。你也不知道自己看看，你一副娘娘腔样子，还敢来追秋香哦？你才是像点，别以为你力气大就可以欺负人。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不然想怎样？不然想怎样？不要啦！自己喝瓶汽水。不
不行，我一定要这瓶。这瓶才是我的。小明汽水不都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们不要这样，万一被学校知道你们是董事长最疼爱的球员，他不会对你们这样，可是我可能会失去工作耶。没关系，我一定保护你。说要保护我就不要斗下去啦。不行，这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事，你们女人不懂，不要插嘴。说得好，不要让人家以为我们人多，欺负你一个，那个七道狼啊。对哦，我知道你人缘不好，没有朋友嘞。我才不怕你嘞！不怕就不要发抖啊！你看，他在发抖哎。了解，不要怕，我来帮你了。我来帮你撑腰了。撑腰。原来你真的去讨救兵了，果然扶不起阿斗，需要别人帮助，你才有自信。怪我平时让你就是怕你了。我还怕我好凶哦。是秋香先看上我的，朋友惜不可惜，懂不懂？你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秋香说他根本不喜欢你。他说他不喜欢你，不喜欢你啦。不喜欢你啦。秋香，你到底喜欢谁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看，你把秋香弄哭了。是你逼他的啦。是你逼他的啦。是你啦，是你啦，是你的。不要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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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教练啊，佢呀想用嘅就用嘅啊，佢哪有参详嘅啦，佢做出決定嘅啊，吼，哪有我們教導董事長嘅意見咯？岂有此理！同埋當做乜嘅咯？董事长，唔好發強哦！一陣教練哦，有其他用意啊，冇聽錯啊！佢哪有乜嘅用意？佢就係佢係騙人，佢都騙人聽人當聽聽。佢老咗佢動歪嘅用嘅，佢什麼嘅東西呢？董事長，不好了，他們在打架。你是說球員在打架嗎？在哪裡呀？球場啊！球場，你看。不要！哎，好了，不要打了，来，起來，起來！哎呦，嘿，好了啦，不要打了啦，起來，不要再打了，你們兩個在幹什麼？不要！哎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，不要！幹嘛打我臉？原来是为了女孩子吃醋。阿西亚，人家是为了争女朋友打架，你为什么要跟着一起打？我什么我啊？啊，看什么？啊，梁兄哥啊，为女孩子争风吃醋，争风吃醋，丢不丢脸啊？喊你杨小姐，书不好好念，球不好好打，交女朋友，交女朋友，看什么看？秋香的确长得很漂亮，不过现在你们要做的是把书念好，球打好，先把自己的条件培养好，年纪到了才正正当当的交往，公平的竞争。不过呢，打群架对学校来讲的话呢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我可以不通知家长来处理，但是记小过的话是免不了的。啊，才记一只小过，会不会太轻了？我看了，他们要记2只小过，他们才会学乖。阿伯，小孩子不懂事，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教训，叫他们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，没必要这么严厉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了。阿球队，统统给我到操场去！
谁先动手的？是他了，是他先推我的了。你还敢说？明明就是你！你不要每次在教练面前装乖，教练对你比较狠，别装了啦，是你先推我的了。说谎，明明就是你！是你，是你啦！是你啦，是你啦！好了，你们犯了校规，学校怎样处置你们我不管。但是今天你们冒犯了球场，就是对棒球不敬。对一个球员来讲，球场是神圣的地方，它是用来打球，不是打架的。我不管你们打架的理由是什么，谁先动手，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冒犯了这个球场。现在，统统给我转身过去，给我仔细的看，好好的看。这个球场是培育你们走向全世界的摇篮。你们反省一下，有没有好好的尊重过他，重视过他？你们每天在这里打球，没有这个球场，可以好好练习吗？唉，实在係哦，工業化咗嘛嘅，捱空氣哦，全部非法，嘅周邊哦，頭腦都快得嚟。老生人當作阿邊個嚟搞，你媽有乜嘅用啊？假使遐呢，免過好啊。去年生人的指導上下，馬個按照規矩，比打洋球的冠軍啊，更加重要啊。你们两个有力气打架，不如把力气拿来锻炼自己。去。你们大家好好的反省一下。教练，我们要打架，我们应该跟他们两个一起去受罚。或是他们两个闯的，我处罚他们，你们心里应该更难过，对不对？郑教练，生人的玩世唔好按呀，莫伤到生人的自尊。董事长，这个我有捐赠，唔放心嘛。用板風險啦！誒，生人再去留家長講，家長來嘛，講人咯，酷突幾個生人啊，幾時有用板啊？我歡迎正希望。唔要依法改次哦。無論教書，我都帶球隊，講到雙法分明。迄二定家長阿無講你依法，佢可以啊，同球員全部帶過去，唔是替下球隊打球嘅。咩鄭教練，咱嘅講法改重哦。阿寶嘅鼓勵也唔免無道理啊。也得球員啊，無利用呢個機會搞二定馬家人都團結，新英嘅法，佢下一擺帶出去啊，通過。莫講世界冠軍，連籃球嘅比賽都單贏唔贏。你乜意思啊？啊，漢堡比賽冇人講出來，乜個心態？我點樣嚟搞球，唔是嚟搞埋。咩？鄭教練，唔跟妒忌嗬，請佢食飯。我這個球隊我這個會帶。咩？我相信定得關心。鄭教練，唔有乜嘅態度啊！來多數講快呀！董事長，唔好發嘅。哎，唔可以吃飯啦，好，來來來。唔咩？你啦，乜嘅意思？乜嘅東西啊？咁上咩？冇嘅，乜嘅東西？我人嘅。好啦，唔好嚟得嗌啦，唉。嗌要唔可以同佢上打，唔把流動係生人嚟係冇？佢安尼是人家請快講哦，敢唔看教練這種人啊？安尼面白白的啦，迄反應迄打起來，安尼免勇敢散咯。你有咩同生人的強樣哦？打阿叔又還可以做朋友哦。董事，我上打人哋冇問題啊，幾硬硬嘅。我看人臭臭嘅，以前硬咩練體育嘅，我打球上打，哼，硬咩會？董事長，你有冇有人按用太陽同生人比賽？唉，硬可以都唔錯。冇放，冇個朋友嘅啦。冇個講嘅哦。董事長啊，我教太爺的歐巴桑吼，注意是唔國介意愛食的菜啊，也係兩日唔舒氣嘅，唔食到好食的菜，心情會更好啦。好啦，係咪？萬兄唔夠了解我啦。董總，坐定食飯，坐就坐位，唔會發現啊。
董事长啊，你吃苦了嘞，给我的空调好，一定挺好吃。要来啊？哪天再见面呀？你拜食饭都按闹热，看到生意呢，食越多，我就越欢喜。今边安尼人人笑笑，免到吼，伊在呐，俺都要求创忙食饭，还让我死来弄。董事长，俺还没见到中人吃饭啊？唔怕啦，我在呐，莫去影响陈教练的广告啦。让我讲，佢还係教練，天望天，還係傳承佢嘅做法啦。董事长，做唔得，按用下去哦，做慢哦，佢就會起到唔嘅頭難當去呐。唉，俺學教，做唔得要按用，萬家世界定，嗨。我講法都是飯啦，家家嘞。唔好啊，董事長，講真啲很高。家家吃饭，吃饭吃饭。我真的。看什么看？你在看什么？玩脚虾，太不好笑子就长成这样。这是玩脚虾，别再迟到。停！我看你们两个还是不了解棒球。等一下，把球、手套还有球棒，通通给我擦干净，才可以去餐厅吃饭，知道吗？开始动作。你们这样被这样看到就完蛋了。没关系啊，大家一起做比较快。不行啊，你会被骂的。被骂也心甘情愿啊，只见我们是一队的啊。打架我们也有份，没关系的。做就做，废话那么多啊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你去打小报告，我们怎么会被罚？不去跟老师讲，不然要看你们打架。快要比赛了，受伤了怎么办？好啦，不要吵了，等下把教练吵起来怎么办？大家手脚快一点嘛。鄭教練，唔使睇啦。唔使睇你啊。故說，一下球場發生乜嘅事情，唔啷唔知啊。楊兄哥同楊小姐本來發貼整理球機啊。那他是發生乜事情？董事長，這全部都球員亂太神啦，莫被二人看到嘅啦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走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好自为之啊。对不起，是我跟你说对不起。是我不自量力去追求香的。是我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去追他，我学乖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。你不是说你不追喽？我会这样说吗？有啊，你刚刚就这个意思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追，你也不追，这样才是好朋友嘛。你很霸道哎。哪会啊，还好吧。
很好，教练，做得不错。现在去洗手洗脸，到餐厅报道。主任。开动！哎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不行，为什么啊？因为那个很会吃，如果不是快一点，会被他整吃光。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叫厨房啊，帮你们留了很多，慢慢吃，慢慢吃哈。来，哎，教练哦，要富贵强。你看，这两个生意啊，不翻以后啊，对棒球的形象种下路边，该讲该讲。对棒球要用嘛态度去看，会变到嘛形象，那冇咩难度。俺人都一样，做唔做都会发，我妈听唔听咧。唔呀人吼，让我啊，我睇下我弄，咱哋唔同人情，唔晓不爱看，咱会欢喜系嘛？我冇那种意思哦。算了算了，郑教练啊，我尊重人嘅训练方法，不过同空军棒球队比赛时期，我希望免改下。恁呀嘛个态度啊？冇见。第一名是杨雄哥。那最后一名呢？是。不用看了，是我了。是你。不是啦，不是我嘞，不是我嘞。那是谁？是阿豪。其实阿豪的投球技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可是他少了一样东西。你们有谁知道？我知道，说。因为他是全队每场吃最少的。因为我比较倒霉。那是因为阿豪的投球呢很容易紧张。不管怎样，最后一名还是要接受处罚啊！哎，你现在几公斤啊？还有60了。
在宣布最后一名是。我知道是我了。哈，又是你啦！就是你啦！哈，又是你！来吧，杨雄哥。等一下，你每次弄爆，我会被你害死的。对不起啊。那第一名是谁？是他。我很重啊，90而已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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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阿弄，你鞋子坏掉了。对啊，你的借我穿。哇，你的鞋子好大，像船一样。要你管呢？好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都有啊。阿西呀，你这双鞋子都坏的这个样子啦，不能穿的啦，这样脚会受伤的啦。董事长，这双鞋子你不能丢啊，丢了我就没有鞋子穿了。哪边有那么多鞋子，你去挑啊。如果你的鞋子啊那么容易坏的话，那你就多挑几双啊，客气什么？去挑啊。董事长，他的脚很大，每次送来的鞋子没有他的尺寸，所以他才会一直补、一直补、一直修、一直修。你不要乱讲话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这个每个人都有鞋子穿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没有呢？我是不可能犯这种错的。对不起，是我的脚太大了，不关成特殊的事，我会自己去打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因为人家提供的只有到38号，而且说实在的，这个厂商开模也真的只有开到38号啊，谁叫你的脚那么大，穿到44号？对不起，我脚大又不是我愿意的。啊，既然知道，你就不要说给董事长，让董事长操心嘛。你可以跟我反映啊。对不起。你对不起什么？这件事情应该早一点来向我报告啊。是我的疏忽。对球员来说，
鞋子是多么的重要。鞋子不但保护他们的脚，还保护他们的运动生命。万一阿西穿的这双坏掉的鞋子受伤，一辈子不能打球，你承受得起吗？是董事长，我会想办法。你现在就去。是。好，没事的，继续穿。没有鞋子的，来我这边登记哈。哦，想要买那个鞋啊，来里面套，嗰度用食啊。好好好。先生，你买那个鞋？哦，我想我買同一雙鏘鏘的鞋啦。歹勢，也係球員作的鞋啦。作清舊的，清楚吼。冇相干啦，那呀里面改多啦，哦，啊都好為送樣嘅。哦，有亞種的鞋嘛？佢拜託哪一送當然應該拿本哈。哦，什麼？啊好。冇人介意拜，唔准見到盤生意嚟同太陽強下比賽嘅。走。好，佢講生意嚟打球，打到冇信心，唔想得個打，還係輸手，有條後果唔讓佢打。係擔。給你注意做啦。籌備安部啊，鬼呀衰門那個人。董事長，就亞的事情要喊你上馬個喏，那3年的事情就搞不成教練就好了呀。哎，集合！好，各位，今天的这一场比赛。虽然是一场友谊赛，可是我希望各位可以把它当做一场正式的比赛来打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进军世界青少棒比赛。将来你们要面对的是那些人高马大的外国选手，所以请大家有心理准备，他们不是城棒，他们就是以后你们会遇到的对手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没有。走！没有！走！加油！
次日禮拜日，跟擁有硬幣呀！阿哥，我攞整個領可以，喺邊買幣嘅？本一定是看啊。唉。喂！董事长，这样下去，小孩子自信心会被打掉的。你看，这该怎么办？来，走来，走来。你刚才在睡觉吗？人家偷好球你不打，掉坏球你才挥棒，你干脆去追那个大炮头打好了啦。没有真行哦，刚不是眼镜仔失误，我们一局没有丢那么多分了。哎，那是因为阳光太刺眼了，我才没看见球嘞。4分就4分了，你们骂眼镜仔有什么用？不如自己好好反省，把自己手背顾好。你是说我没有把手背顾好吗？刚刚漏箭明明就是你。还有背上这，你怎么不说他？那个投手那么强，我怎么知道他会这样配球啊？哎，不要越说越过分喽！小孩子跟大人打球干嘛那么认真啊？哎，冷静一下！
阿农啊，刚才你为什么要短打呢？你身材不会输给他们啊，你应该打一支全垒打来稳定大家的军心嘛。梁兄哥，你今天的打击火力是怎么样？一点都没有发挥啊！既然他们的球那么强劲，你们就试着放手一搏嘛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还有巴家，你手背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现在还是教练。现在不是教练的问题，是输跟赢的问题。眼看着就要输了，如果有好的意见，你就应该接受啊。可以赢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说我一点都不想赢，你认为呢？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阿农会短打是我下令的，杨兄哥要怎样子去配合整体的布局，也是我下令的。我是教练，战略在我心中。可是，请你离开。这教练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怎么叫董事长离开？他是董事长哎。我不管什么董事长，天皇老子来也一样。你太欺人太甚！阿火，不要再吵了，小孩还要比赛呢。哼，什么东西？走。加油！佢老到佢起码嘅东西，佢球员做了轻打时间，还本佢乜嘅辦到。快嚟！球嘅輸踢嚟係冇，唔是講挨乜啲。唔係，楊小姐輸手嘅，一種動作嘅用嘅，看見老爺口講啦。啊？拉開！是骨折。阿飛，去找2根樹枝過來。快！扶好！再來，手頭，再來，放好。阿火，快去叫救護車。哦，好。不知道杨小姐怎样了？就是说啊，急死人了，害我吃不下饭，担心死了。你已经吃3碗，还说吃不下饭？我平时每餐都吃这碗饭，今天只吃3碗饭呢，代表我真的很担心呢。希望他没事。董事长都说是骨折，哪有可能会没事啊？他会不会永远都不能打球啊？变成白咖呀？你不要乱说话。我家邻居就有人车祸骨折之后，走路都长短脚耶。董事长，杨小姐严重吗？请大家不要担心，现在杨小姐已经打上石膏，在医院里面休息。要休息多久啊？最少也要几个月。不过她过2天就会回来了。出院以后也不可以练习啊，我们过几个月就要参加人际选拔赛了耶。
杨小姐在我们队上是个强打者，如果没有了她，我们的火力就会变弱很多。董事长，你是医生，那骨折有没有什么特效药？陈教练，要逼死就叫你走铁了，已經幫你無功啊！唔係講負正嘢，非人骨頭啦，裝人馬嘅教練。送家無來面那強那，搬家無來厝那，困盡那個南馬風啊，從山流來過那。yo lo ina lo yanna tu pinno kuna phiền bơi na cái đẹp ba cô cả pan mi yo lối phố na